嘿，好啊！大家看即个 PPT 吼，头顶有写一个台湾新民歌歌诗走唱团吼。因为今仔日我会当来遮演讲，就是因为即个歌诗走唱团的关系吼。我遮写真侪歌，唱真侪歌，所以是陈安珠老师邀请我来做即摆的演讲吼。即个题目叫做台语歌诗欣赏甲创作。我会写台语歌诗，完全是一个意外啦，其实我和陈安珠老师的熟悉，是因为我等下小解讲我参加全国的语文竞赛我去选手的训练，指导老师之一对我帮助真大，就是陈安珠老师迄当阵老师真侪啦，搁罗秀丽老师，搁康元老师，搁有金辉老师搁即个足侪一时讲袂出。好，我即就讲即个台语歌诗欣赏甲创作我想讲，我先讲即件代志，就讲我今仔日做遮个代志，我忙啥物我其实忙我只是一个其中一个来写歌诗、唱歌诗的人，我忙全面。拢来创作、来弹、来唱、来欣赏咱台语的歌诗。会晓讲台语、朗读台语诗、弹唱台语歌诗、欣赏台语歌诗、创作台语歌诗，互咱接地气，伫生活当中使用台语来过日子，体会人生的意义，了解台湾历史、人文。地理，亲近在地文化，珍惜咱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这就是我的愿望再来我要小解阮即个歌诗走唱团这是伫个4年前我开始和周和仪、肖心有魂王冠周英敏、周淑珍做伙成立即个台湾新民歌歌诗走唱团为什么即个新民歌毋是新旧的新是即个心内的心？因为阮要用心来唱咱台语的歌诗咱要对心来唱出来所以阮就讲做心的民歌因为较早咱讲的校园民歌拢是华语的啦毋过咱台语的民歌，当然咱头前有真侪前辈已经拢出真侪唱片因拢是专业的歌手阮是民间的即种业余的就是讲毋是阮的职业的啦阮有兴趣人人拢会当来唱歌诗就是因为阮是甲诗编做歌就是讲一般人咧做一首歌，有可能是先有曲。才来填词入去嘛有诶是先有词才有曲。阮诶情形就是讲，阮是用诗来甲唱做歌，所以阮叫做歌诗。走唱就是因为阮拢四界唱四界倒位若有邀请阮时间都喊若会使，阮就会去唱啦希望四界唱就有愈侪无共款诶社会大众会当听着阮诶歌周和仪是阮诶团长。搁兼吉他手，我搁英敏，搁王冠，阮是主唱。当然，大家因为拢有正职，所以阮出来唱的时阵呢，无一定是啥物人出来，也毋过逐摆一定拢有我啦肖新云老师嘛是我的即个中港的音乐老师就是甲我是同事伊是真科班出身的小提琴手violin 的即个音乐老师周淑珍是keyboard伊嘛是我的钢琴老师创立即个走唱团的目的到底要创啥阮是想要甲台语诗人所创作的台语诗普及变做歌诗都有讲过公开用民歌的方式。有当时因为阮的知名度无介悬可能无啥人爱知影讲会当找阮去唱歌。所以阮一般有当时发表的方式，就是伫个 YouTube 头顶做影片直接铺伫头顶，互大家去免费去欣赏啦阮用诗来做歌，当然是希望目的就是达到即个传唱台语诗歌、推广台语诗文的目的。
这是阮已经创作出来的曲吼。除了我家己本身会作诗甲作曲，搁康源老师、向阳老师、罗汉秀老师、尤秋良老师吼。陈金顺老师、黄煞老师、彭耀乾老师，了后阁有宋铁来老师、林永林老师、陈景贵老师、叶连平老师吼，遮有诶还未发表吼，下面诶遮诶吼，就是已经差不多已经拢发表了吼，等下有一首是我昨才做好诶，等下分享互大家听吼，或者讨海人吼，是阮中华时代教授吼叶连平老师，阮主要就是当年吼，真感谢。中华县政府即个文化局吼，因当年会举办彰化诗歌节吼，毋过我感觉台语应该爱读做中华歌诗节啦吼。那读做诗歌节，拢会想着诗歌啦吼，怪怪安尼吼，所以我拢会读做中华歌诗节。阮嘛会因为康源老师会邀请吼，阮有甲伊合作，伫咧红 K 文学奖，搁红 K 美典诶颁奖典礼，世界阅读日。中兴庄的落成典礼拢有做开场的演唱吼，就是特别为遮的活动来写歌吼。下面有一堆吼，一堆阮已经写好的曲吼。当然今仔日无可能小解遮济，因为叫40几首呢吼，无可能今仔日拢互大家听着，所以我只好一个诗人，敢若差不多拣一两首，我家己的较济首啦吼。好，搁来。就是这头拄仔讲过我家己吼，第二位，真诶都走转来吼，好，这是我诶诗集吼。我倒手边这是今日你诶画庆是第一本诗集，2010年出版吼，10几年前。第二本是正手边即个只有相思诗吼，这是陈金顺诶岛乡台文工作室替我出诶吼，2017年吼，6年前。大家一定对我真好奇，就是讲哪会一个国文老师变做乐团的主唱啦吼，也做诗也做曲吼，其实讲做曲是笑死人啦，我真正袂晓啦。等下我来讲为虾米我讲我袂晓做曲，结果佫写一大堆歌吼，我等下会讲。我小学的音乐梦就是我是合唱团吼，佫有学七耍钢琴吼。高中时期，拄着一位吼，即个播音员吼，电台的主持人啦，伊叫做林秋飘。若咱住中部五原市的人，可能都知影伊啦。伊当阵有一个节目真有名，伫咧国声广播电台吼，或者幽静的旋律。因为伊当阵有一个真趣味的活动，就是吼。咱的听众朋友会当寄家己唱的歌，迄其实有淡薄仔时代的背景吼，因为当阵开始咧流行卡拉 OK 啦吼，所以真侪若小可会得过的家庭，拢会伫咧厝内传一台来唱吼。迄当阵佫安尼世代的过去吼，那一个影响共款。迄当阵阮阿母甲阮阿嬷吼，因为真爱听我唱歌啦。因为伊着国小的时阵，着叫我去参加歌唱比赛吼，所以我伫读敢若国小5年啊，着有得过中华县第2名少年组的吼。迄当阵第1名是国中的吼，我是第2名吼，所以阿母伊可能是希望我去做歌手吼，所以迄当阵我会记，迄当阵卡拉 OK 一台8000箍吼，伊着安尼参甲买落去啊吼。听讲是阿嬷有出钱啦吼，到底谁出较济我毋知。总共起来就是讲因2个基台啦。因为安尼因着甲我的歌陆陆的寄去电台吼，所以唱片规就会放啦吼，伊会放即个歌。害着我即摆吼，我发现我的电脑无插电吼，敢若伫要无电吼。我即摆先放一首歌互大家听好无？我来摕迄落，摕迄插头来插，真实诶吼，因为拄则电脑搬线位。我先互大家听阮创作的第一首歌吼，我来分享一下。等我一下吼。不要紧，你这里顺啊来。会紧张。毋免烦恼，大家拢心情拢甲你共款，你毋免烦恼，做伙放心。好，安尼画面毋知有无？无呢。无，遐我搁试一摆吼。
说走无去，敢若无啥会说。好，点头来好啊，我听到你去啷个？
这首歌吼，就互大家听到遮吼，毋知即个效果听了敢有清楚啊？有啊，足清楚诶。足清楚诶，好，多谢大家吼。这是阮创作诶第一首歌吼，大家看起来感觉真特殊吼。即个名哪有做1988吼？1988是啥物意思啊？1988吼，就是我是1988毕业诶，伫咧中商毕业吼，所以这是为阮中华高雄诶同学会吼所写诶一首歌。当初我是其实甲阮诶团长吼周和仪是无熟悉诶，是因为替即个中华高雄诶同学会写歌啦吼，这等下我会讲吼。拄则袂记讲一件代志吼，就是大家看遮一个吼，看即个投影片吼。拄则咧开讲诶时阵讲甲吼，我是参加即个第18届诶风溪文学奖吼，迄本册就是今日你诶画框啦吼。过来吼，我因为和黄香国老师咧即个大字诶关系，熟悉因查某囝吼，这黄金山老师。黄金山老师吼是一个古装老师吼，大家拢应该定伫咧中华馆诶真侪大型诶活动诶开场表演吼，啊搁中华歌诗节吼去看到伊精彩诶表演。啊，因为当初就是有一个吼，咱台南有办一个吼，即个18卯茶屋吼，因办一个王者之乡吼，王者之乡就是兰花啦吼。一个古典诗的朗诵吼，朗读比赛吼，啊，我和黄金山就去参加，啊，阮是用吟唱的方式吼，阮仔弹阮仔唱安尼吼，啊，阮得冠军了后，中华歌诗节伊就邀请我和黄金山老师吼做伙，吼啊会当去歌诗节来吟唱，所以刚开始我会去公开表演是去吟唱即个古典诗的哦。毋是去唱民歌啊，过来就逐年拢互邀请去吟唱吼。106的时阵，我去参加中华馆的闽南语演讲教师组。为虾米会去报名吼？因为迄当阵我入去中港了后，我拢负责指导咱学生的闽南语演讲吼，所以2000年开始一直指导，一直到102年嘛吼。啊，过安尼10几年啊，毋过我学生啊得奖吼，即个情形足少诶啦吼，上好诶成绩敢若是第2名诶款吼。我想讲安那冠军遮歹摕哦，是毋是我指导诶方法有问题啊？吼，所以就无顾面底皮吼，我就去报名参加吼。啊，真幸运啦吼，我真好运，第100去参加比赛，我就得冠军啊。得冠军的目的是啥物吼？就是要接受即个老师因的训练吼。我目的是要参加即个训练，会当去听遮个闽南语专业的老师因到底安怎教囡仔演讲吼。所以我其实第100去参加得到冠军，我的目的已经达到啊啦吼。就是有受训几个月吼。啊，我就感觉我真安慰的，讲安尼我指导的方法无毋对啦吼。啊，有当时啊运气，啊，搁囡仔的才情吼，啊，搁有真竞争吼。有当时啊，阮的囡仔才情嘛真悬，准备了嘛真充分，也毋过别人比阮搁较敖啦吼。啊，搁来第1年去参加全国赛，我只是得第9名吼。我本来按算安尼就达档啊吼，无要搁比啊吼。啊，毋过老师因遮吼。
真鼓励我啦吼。啊，所以就搁继续第二年搁去比啦吼。搁去比的时阵，就是算讲，可能才是大家已经探听好势啊，讲即个陈小官吼，可能搁来啦。所以听讲报名的人足少的啦吼。所以甲一直，我本来无要报，一直甲早起的迄一天的下晡3点外吼，我接到县政府敲电话互我吼，伊讲老师啊，你来报名。我讲哈，我无按啥物参加呢？伊讲你若无报名就不成赛吼，因为敢若一个人报名，一个人报名无才调比啊吼。所以我因为安尼，我就只好去报名吼，伫咧5点以前甲报名起哩吼，再去参加吼，即摆佫真幸运佫得冠军，只好佫去比全国赛，所以佫互老师吼，陈安珠老师啊、罗秀丽老师、康元老师，因佫甲我训练第2档啊吼。安尼训练其实，我感觉足好诶吼，因为本来我嘛无才调完全拢用台语演讲吼，毋过大家拢知迄教师组迄是现场比赛，抽考了后，准备差不多半点钟，就爱上台去讲8分钟，所以迄确实是足大诶挑战啦吼。我一档一档安尼训练落来，我感觉我诶台语演讲诶能力嘛一直咧提升吼。再来第二届就去比全国赛，就是教师组的第2名。第3档听讲拢无人报名啦，所以我是互县政府拜托讲我搁去比，所以第3档搁去比，就全国的第1啊吼。所以安尼3档比落来，真正感觉对我的台语能力提升真悬，所以我嘛要甲大家分享吼，你若感觉你台语讲话的能力吼，敢若无介够，来挑战演讲组就对啊啦。你挑战落去，你自然就会训练出来吼。再来今年参加2场比赛，这拢是诗词的吟唱，中区的第1名，全国赛是第3名吼。下面有看到我的资格检定吼，我是4万吼。头拄周千玉甲董事长有讲到即件代志吼。讲实在啦，阮写台语诗遮侪档，毋过对教育部的用力嘛是即几年嘛，才统一的吼。所以进前阮的作品的用力拢毋是教育部的用力的较侪，有一寡字拢无共款吼。我嘛是因为讲受到阮2个同事的感动啦吼，因为本身嘛毋是对台语文学吼，就是讲毋是即方面的人吼，毋过因有去受训吼，就是来中华师大读即个第2专长吼，闽南语的吼教师的即个学分班吼。因为因2个先去读出来吼，我真正是受到因感动吼，我才决心吼要来考检定，再来我嘛来受学分。所以我目前是伫咧中华师大即个第2专长班吼，咧读1年啊，歇落结束就2年啊吼，这爱修2档吼。我去年歇落时，我就去参加教育部的闽南语的检定吼，我是直接报诗啦吼，报诗级，就过高级的。诗图大家知，迄就是专业级的吼，迄就愈困难啦吼。我嘛感觉讲，足好运的吼，第1摆去参加就过啊吼，表示讲咱即20外档吼，咧写台语文学吼，即个台语能力有培养出来吼。再来就是我有差异师吼，即个检定合格。大家看到下面吼，我讲台语文学的创作，我为虾米来写即个台语文学，我拄则有讲过吼，受到真侪人影响。搁就是讲母语啦，我感觉讲阿母的话，要安怎甲写出来？咱若来用看即个字，咱有才条读出来无吼？我感觉讲较早的台语文学作品太少的吼，所以阮一阵台语文学的好朋友，大家的目标就是讲莫去质疑讲家己写了好无好啦吼。咱就是加一本文本出来，就是加一本文本吼。大家有能力有材料写出来，就尽量来甲出册吼，互愈侪人看到咱的作品，来累积咱台语文学的创作的文本啦吼。再来我写作主要是台语诗吼，嘛有写一寡散文吼。最近拄则有讲到迄林秋飘阿舅吼，因为尾伊认阮妈妈做客姐啦吼，所以就变做叫伊阿舅啊。我会写一篇文章叫做《怀念的报音员》吼，大家会当伫个网络头顶看到即篇吼，是台语世界的阿红老师吼，伊替我做影片吼，伊真正是互我足钦佩嘛，足佩服的吼，因为
我真无用，所以有当迄篇文章太长诶吼，录2、3段了后，就无用，就无录啊。毋过伊伫会甲我提醒哦，伊就讲，你迄篇还未录了，你当时要录了，你有用甲录了安尼吼，到尾就伫安尼半请半吹诶情形下，竟然甲迄篇长诶文章录了啊吼，录了伊分做8支影片。分做8支影片铺伫个 YouTube 头顶哦吼，大家若想要知影我含林秋飘阿舅我到底差一点仔变做一个唱片歌手，到尾为虾米无吼？原因迄个故事真长，我就无直接讲啊吼，大家会当听迄篇文章。迄篇文章拄啊，师大的教授吼，吕美清吼，伊最近嘛甲我讲要收入去，伊即马要编的散文集吼，我嘛感觉散文集吧吼，我嘛感觉真欢喜。伫个这个训练当中吼，我感觉愈训练，咱是愈爱台语，愈体会到台语的水吼。毋知影大家有即种感觉无吼？所以我有写这个文学作品了后，其实我本身有做学术的研究吼。硕士论文头拄有讲到是赖和汉诗的主题思想研究吼。好，遮就补充到遮。好，我头拄讲到林秋飘阿舅遮吼，过来我读中商的时阵去参加社团，足奇怪的吼，这当初叫做国剧社。也毋过了后，我对台湾认知较深的时阵，我感觉迄袂当号做国剧啦吼。若要国剧，爱布袋戏来做国剧，是歌仔戏来做国剧，安尼较有意思啦吼。所以我应该家讲做编剧，我是学唱小生吼。我因为吼厝内散车嘛，无啥物吼咱山钱通开啦吼，所以我就是写一寡笑话。阮中华高商有一个中商一周吼，伊一篇一个报纸啦吼，是施坤干老师主任办的吼。迄个中商一周吼，甲我提供我的零用钱吼，我有钱通开，因为伊一个笑话吼，伊就互我50箍。即个吼稿费吼，所以我迄当阵呢，要用一寡钱买一寡家己的啥物吼，笔啊吼，文具啊吼，钱拢对遮来啦吼。创作古典诗吼，当初中商有即个传统诗的比赛，所以我当初是有对吴金顺老师写过古典诗吼。佫有参加一个社团，就是我含康源老师的音乐啦吼，伊指导阮中商的文艺社。迄当阵我是3年仔时阵去参加一档尔吼，因为高一的时我是编剧吼，高二变做仪队啦吼，高3的时才文艺社。了我去读台中商专，迄当阵拢咧唱校园的民歌，佫去参加过5等奖吼的试唱会，有通过啦吼，我迄当唱迄鸟岛吼。夜深沉。吼，我一个唱我唱了，伊互我规拍唱了呢。有个人唱无好，敢若就会甲伊讲落吼。我规首歌唱了后，伊就现场互我通过，通知我去电视台录影。迄当阵张惠妹还袂出来哦吼，因为我比较侪岁真侪。所以当阵就含台中商专的课冲突啦，吼，我就甲伊讲我无要去录啊，吼，我要读册，所以我无去参加比赛吼。当初若去参加比赛，毋知人生会无啥小想无吼。过来大学就写新诗甲小说啦吼。头拄有讲到台湾民谣介上林老师的启蒙吼，研究所做台湾文学的研究吼，施林老师啦吼，指导我的硕士论文吼，互我是我真大的温情人吼。佫熟悉陆涵秀老师吼、向勇老师吼，真侪诗人。大量写台语诗，拄则我有讲到，因为陈金顺的邀稿吼，宋铁来老师邀请我加入即个台湾的文艺，就写愈侪啊。到尾台湾的文艺，就是即马的台湾正线啦吼。了后佫有真侪演变吼，就来教国文啊，嘛是继续写台语诗吼。过来，头拄有讲到闽南语演讲比赛指导吼，参加比赛吼，即拄则有讲过，大家有听过即首诗，即首歌吼，1988。中商的同学会其实当初就是讲要办一个大型的啦，500人参加的就是1988毕业的规年的10几班吼，大家做伙来参加，所以迄当阵真成功。都写即首歌出去，因佫有请
云雀美声吼合唱团吼，我知影云雀美声含周清玉董事长，恁的关怀文教基金会嘛定定合作对无吼？嘛，咱有咧做伙演唱吼。啊，过来就是我第一摆家己作词作曲的问你啊吼，这首本来嘛是诗尔吼。啊，这个就爱多谢周浩仪团长啦吼，因为迄当阵我连迄谱我都写袂好啊吼，拢靠伊啦吼，谱拢伊咧写，我就负责嗨嗨的啊唱唱啊，伊就甲我写出来吼，真厉害吼。啊，过来就是康源老师邀请阮合作台语歌诗回乡的路甲温柔的海。好，啊，我小介一下阮团长的吼，李大手吼，新港的人吼。啊，伊早期是一个民歌手吼，伫个民歌餐厅有驻唱过吼。啊，即摆咧做吼，即个帮务，就是即个厝诶吼中介啦吼。啊，伊嘛是即个云雀美声合唱团诶声部领导嘛，做过团长。啊，即摆嘛是阮诶团长甲吉他手吼。啊，伊写出来曲已经真侪，尤其康源老师诶歌大部分拢是伊做曲诶吼。啊，第二位即个主唱吼，做英敏吼，伊原林的人吼，所以阮即团吼，大家拢住中华无共所在哦吼。啊，做英敏是伫咧溪湖镇公所，伊是一个公务人员吼，活泼爱唱歌吼，啊，所以嘛是云雀美声的，伊是捌做过副团长，啊，即摆嘛是阮的主唱，啊，伊而且伊佫有一个身份，就是郑智仁吼，啊，佮孙子兰，因即个福尔摩沙三重唱吼。福尔摩沙吼三重唱的即个之一吼，啊，而且吼伊最近即1、2年佫去歌剧吼，所以即摆嘛是即个台中的歌剧团吼的团员吼，佫有啥物室内合唱团吼，真爱唱歌啦吼，用音乐吼这甲即个歌声表达对即片土地的爱吼，甲人文关怀。过来是即个萧心云吼，小提琴手吼，社头人啦吼，啊，伊即摆就是阮的吼，伊主修就是小提琴吼，啊，伊嘛是音乐硕士吼，啊，即摆是阮的音乐老师，中港音乐老师嘛，做过布拉格音乐大赛的评审吼，啊，中港以前有弦乐社啦吼，现仔社吼，应该说马雅林社啦吼，啊，伊当年嘛是台中市的交响乐团吼的即个小提琴手，啊，即摆嘛是我即两个乐团的小提琴手吼。啊，得过真侪奖啦吼，伊就讲若要了解，家己去看伊的部落格啦吼。啊，过来就是王冠啦吼，伊嘛是咱中华出世的吼，啊尾来伫台中大汉，啊含我是中华高中30几年的好朋友吼，阮共班的啦吼，伊大概拢互我含海啦，哦，伫咧高中一年仔学校有迄种一年仔的合唱比赛。阮迄班咧吼，伊嘛互我揪落来做钢琴的伴奏，啊，我家己做指挥安尼，啊，阮班着第1名安尼吼，所以大概拢互我含海，我着叫伊来弹钢琴，就来弹钢琴吼，啊，叫伊来唱歌就来唱歌，啊，伊真够做迄拼布吼，啊，我进前咧拍地箍吼，拍迄个手工皂啊吼，手工地箍，啊嘛叫伊来斗做拼布吼，啊，甲迄个一个迄个花果山的德华师吼斗做义卖活动吼。好，啊，过来就是阮的即个周淑珍吼，阮的起步手，哦，台川的吼，所以有发现阮拢中华的，甲中华吼拢真亲的姻缘吼。啊，周淑珍伊本身吼嘛是另外一个乐团吼的起步手吼，啊嘛是钢琴师啦，嘛咧教钢琴吼，教电子琴吼，啊，佮教萨克斯风拢有吼。啊，所以伊是足厉害的吼，才女吼，啊，以上其实拢才子才女啦吼。我乐器算讲即内底的人内底，我上肉骹的吼。啊，拄则大家听即首歌吼，你有看到即首诗的内容吼？迄当阵即首歌诗出来是真侪人拢甲我讲，本来无想要转来参加同学会，因为听到即首歌受到感动吼。因为大家拢会质疑讲啊，我即摆无啥物成就，啊是讲我。过了无介好啦，吼，无想要转去同学会吼，啊，所以即首歌就是咧甲大家讲，恁每一个你拢是上珍贵的吼，请你转来，互咱互相欣赏中年的风采吼。有个人讲我变大箍啊，啦我变歹啊，我无想要转去，我就讲啊，中年有中年的风采啊，吼，莫到一直咧想讲我无较早遐尼青春美丽啊，吼。啊，所以主要阮当想要听你分享30年来生命中的故事偌精彩，吼，嘛想讲要伫恁的目睭内看到迄个熟悉的青春年代，吼，而且咱咧做学生仔时期嘛，吼，咱拢较，迄当阵的拢较单纯，
所以迄当阵的朋友含尾啊出社会熟识的朋友是无共款的程度的啦吼，所以希望即个友情会当继续牵手一世人安尼吼，所以是当初我写即个词吼，原因吼，我写即个词了后，周和仪是阮算讲阮的吼王冠啦，啊，搁一个蔡国勇啦吼，因摕去互周和仪吼，蔡国勇去拜托周和仪做曲的。啊，所以才写出即个曲。迄当阵我含周和仪无熟识吼，啊尾啊，因为我出册要演讲吼，啊才拜托伊来甲我吼小听啦吼，啊才请伊写第二首歌，等下互大家听。啊，这就是康源老师吼，啊搁罗汉修老师吼，我含因的合照吼，因嘛是对我歌词的创作真大影响的人。啊，即首就是问你吼，啊来互大家听即首歌吼。等我一下来分享找即个档吼，啊，即个即摆大家要听的音档是我家己自弹自唱的吼，啊有字幕的吼，用大概字尔。好，我来看，你甲即个档案要照一个款，吼。真难。好，我毋知你有听到音乐无吼？对头档吼。应该伤细声吼，啊，我已经切到真崩啊，无法度。无要紧哦，大家若听好清楚，网站有，恁会当家己以后有闲去 YouTube 听吼。就是我要问你心内敢有位安肯阮的心？你可会当去，犹原飘伫天边，温柔的手心，永远留有记忆。我真的眼睛，敢要主动作对，情绪大梦。说我知道你，无的滋味，
好，这首歌叫做《问你》吼，有好听无？啊，毋过敢若听讲较细声。嘿，有人讲这首诗的意思真有吼，互人会当吼去反省的所在吼。大家看这首诗吼，其实咱少年的时阵拢是有介意过别人啦吼，嘛有互人可能嘛有互人介意过吼。啊，毋过可能我我会咧想讲，是啥物是人生上重要的代志吼？白云问那些个天，自由的意义；落叶问带流的水，流浪啥滋味吼？为啥物白云去问那些个天吼？那些个天真广阔，白云伫咧天顶飞来飞去，敢若真自由吼。毋过这两首诗是有一个意义，就是讲其实我搁较自由，嘛是伫你的手掌心内底，嘛是伫咧天顶飞啊，较飞嘛无飞出天的范围。所以讲，我咧写这两句的时，你一定想袂到我想到是啥？我想到是咱讲迄个齐天大圣啦吼，高济天吼，台语来讲高济天，高济天逃袂出吼如来佛的手掌心吼，就是讲迄感情的代志是安尼啊。你会感觉讲两个人咧交往的时阵，敢若我若互你自由，你嘛互我自由吼。咱做伙的时，咱就好好啊。若分开的时阵家己去做家己的代志。抑毋过好，若感情一个别个时阵吼，你安怎走都走袂出迄对方的范围啦吼。再来落叶问带流的水，迄水一直流一直流，落叶落伫咧内底，对水一直流。毋过落叶因为毋知要流去倒位吼，水敢若是已经流真久啊。落叶第一摆咱落在水底，嘛可能嘛是最后一摆啊啦吼。伊敢若一摆的性命，你想讲要想要问水，你一直流对倒位，迄种流浪的感觉啥滋味？我第一摆要来流浪安尼吼，安尼足趣味的吼，迄种嘿。再来黑点问艳丽玫瑰，玫瑰吼，迄开了可能一两工、两三工就谢吼。黑蝶的性命嘛足短，所以我用黑蝶甲艳丽玫瑰来形容讲青春的短吼。咱即个短短的青春是偌尼可贵吼。若是咱对感情的讲我要问你，你心内到底是毋是有位有囥我的心嘛吼？就是对感情的迄种怀疑吼。薰衣草的芳开，当然这是因为咱咧写诗的时阵吼，咱有当时毋但爱有画面吼，迄种看的，搁爱有听的，搁爱有闻的吼，所以这段就是咧写即种咱讲迄嗅觉吼，嗅觉的模写吼，就是这种闻的吼问题吼，就闻到即个芳开吼，温柔的手心吼，这就是咱讲的触觉吼，所以其实我写诗是有经验的啦吼，多情的眼神敢若受种滋味吼。就是讲你敢若为感情哭过？吼，就是讲你足多情的，你有为你的感情哭过，流过目屎无？吼，若无流过，咱袂当讲咱真正有受到即种感情的吼，即个影响吼，真正真深无？吼，可能真深吼，你才会去流下目屎啦吼。所以讲咱这过去拢是咱青春会发生的代志，毋过青春拢是早晚会互岁月吹老去。所以流浪的滋味是无尽的虚味吼，因为无一个根吼，自由的心敢是存在的意义。所以咱人生是要追求啥？是要追求一粒自由的心。因为咱的肉体、咱的色身吼，就讲咱的身体有一天拢会老、会害、会败、会死啦吼。所以咱会当追求的是咱即个心，也就是咱一般讲的精神啦吼。咱精神方面吼，咱会当追求咱想要追求的迄个境界无吼？
青山两变换的四季无常的道理，因为四季吼春夏秋冬会一直变，啊青山一直踩伫遐，啊伊就问即个甲季节吼当做是一个人咧甲问，安尼无常呢？你春夏秋冬拢一直互我变安尼吼，我青山拢受你的控制，互你变安尼吼，你季节安怎变，我就只好安怎变安尼吼，啊这就是无常啦吼，无一定，袂讲一直共一款。共一款情形安尼会一直变，吼一个流浪的人，伊要问啥？要问永远不回头的时间，吼，就是讲啥物物件掠袂着，就是时间，咱永远无在条掠转来，吼，因为时间一去就不回头，吼，像讲我即摆拍一个谱啊，吼，还我已经拍了对无吼，啊，迄1秒的谱仔声已经过去，无法度搁转去迄1秒的谱仔声，吼，所以讲。永远不回头的时间啊，为虾米我拄袂着你吼？所以这嘛是咧对咱的人的性命吼，即个是遮尔短吼，啊来咧提出一种吼怀疑甲一种质问吼，就是讲啊，咱问讲啊，咱的人的性命是遮尔有限的吼，安怎掠嘛无可能掠过去的时间，所以当然即个意思就是咧甲咱讲，所以咱来珍惜只有当下，就是讲只有现在安尼吼，这是我写诗的意思。吼，啊，这是阮咧泡茶吼诶场所啦吼。啊，这是我写诶一首水歌，这就是叫做较属于佛曲吼。这内底有用阮师父圣严法师诶一寡真有名诶法语伫内底吼。啊，就来互大家听即首水歌吼。即首吼是周好义用真侪时间写出4部的合音吼，所以我虽然是复刻啦，啊，毋过我感觉因为实在写了即个曲谱了太水啊，合音是我加。影片的反应敢若较慢吼，嘿，但会小可 delay 一下吼，好。这伫咧就好义引导录的吼。
好，这首歌是毋是足有理的吼？当然，因为这是佛经吼，所以内底写是有一寡佛教的概念嘛吼。主要嘛是用讲敢若梦中、梦内、梦外念境中的花着见花吼，愈来愈去管水中的月着水月，咱讲见花水月吼，就是拢咧讲这是虚幻吼、无常吼，袂一直存在的，毋是正实的吼。因为这是佛经，我着无爱讲伤济吼。毋过大家一定有看到两句足有感觉的吼，就是讲虽然烟花无拥有，缘真脱身吼，放双手吼。这两句就是阮圣严法师的真有名的吼，即个法语啦吼，就是讲咱人生在世一切拢爱随因缘吼。着演化就是讲看时机，看咱拄着的人事物吼去做，无任何人事物是咱会当拥有，咱毋免一定要得到的意思吼。缘真脱身吼，咱含即个世间的缘若真有一天咱拢是爱离开吼，着爱放下，放双手就是讲咱爱放下一切，莫阁挂碍吼。所以常常咧讲佛教徒的一种观念吼，因相信有即个六道的轮回吼，嘛因为讲因缘观啦吼，因缘的观念是足重要的吼。所以佛法有即种12因缘之说吼，当然有兴趣的人会当继续去了解吼。今仔日我着小可讲者就好吼。再来淡水观音面吼。即首歌放了吼，我是想讲啦，因为我后面我看时间已经入要11点嘛吼，后面我其实阁有一寡其他诗人的作品要小改，我惊讲袂了，所以即首我用就是直接大唱的吼，就是无音乐的，我直接唱互恁听，看恁效果安怎？因为我昨咧试放即块音乐的时阵，有朋友甲我讲吼。讲音乐较细声，因为当初录的时阵就较细声啦吼。毋过会当拜托有朋友会当去甲迄个 YouTube 的连结吼，甲找出来，去伫咧迄个留言的所在吼，互大家有兴趣人去听迄个影片。我即摆用清唱的吼，我先念一遍吼。黄昏5月淡水，慈悲的观音。倒映浮水面，岁月的相思，偷偷行入伊恬静的滩边，请问迄阵散步的白灵丝，遮热的天，要见伊也是毋见？歹势，这我无解着你吼，要改做雨啦吼。什么心情，互你踱伫水边？鱼人码头2-3点的星。点点行过深涧，天顶的月娘来会记得圆，咸咸的海影，梦中也翻天。淡水观音面，伴5月的暗暝，一双纯净的目睭已经无去。吼，这观音面吼，甲迄个什么观音庙无关系吼，有人看即首诗，拢来问我讲，我写的是毋是迄个什么观音庙？我讲毋是啦，我写的是观音山吼，淡水的观音山吼。我来开始唱啊吼。黄昏5月的淡水，慈悲的观音倒映浮水面。岁月的相思，偷偷行入伊恬静的滩边。请问迄阵散步的灵丝，
这袂天袂见伊也心惊。什么心情，互你丢丢伫水边？希望要头毛沙点袂醒，点点行过深更。天边的月亮，哪会记得伊？咸咸的海洋梦中也翻甜。希望要头毛沙点袂醒，点点行过深更。淡水观音面，伴5月的暗暝，一双纯情的目睭已经流去。好煞，好啊，这就是咧讲啊，咱较早咱对咱的古精灵啊，吼，这首诗真正是阮写的古精灵咯，吼，一场无结果的恋爱吼，啊有一天我去淡水啦，吼，啊就是。因为我迄个旧经理住喺淡水吼，啊，就是咧丢讲我敢要敲电话互伊，讲我来遮吼。迄当阵我是带学生仔去遐毕业旅行吼，啊，学生仔拢去踅迄淡水的老街，啊，我就一直咧考虑啊，到底要敲电话互伊无吼？啊，结果我真正是一个无勇气的人，所以我无敲电话互伊，我转来才甲讲安尼吼。过来就是做我泡茶的吼，画面想讲，家看你看伤济，所以用几张啊吼，较泡茶的迄种画面较水啦，吼，大家看一下安尼吼。过来母上架酒杯吼，即首歌我嘛无时间通啊，互大家听音乐吼。我想者无敢会当听一小段，因为陈安珠老师讲伊真介意即首歌啦吼，无来互大家听一小段吼，一小段我看卖我看者吼，迄东岸伫咧倒好，而且即首歌是老师欣赏的吼，无好，大家是互大家来听者吼。过来我就要小解其他诗人的作品吼。免加再拜托一寡好朋友吼，斗相共吼。老师无听到声呢。无听到声，我搁试看觅吼，我嘛毋知影哪会安尼吼。搁试看觅，搁一摆吼。无我重新分享一下，毋知是毋安尼的关系吼，搁等我一下吼，我先重新分享可能较正常吼。即首歌是较有即种台语的开口啦吼。画面有怪吼。我先问一下，音乐敢有听着啊？有，哪有啊？好。
多谢大家后来收听这首歌吼，这首嘛是对人生的一种感慨啦吼。过来我就要进入其他的诗人的作品吼。歹势吼，这有当时有讲过好。歹势，有讲过所在吼。
好，即首诗拄则大家有听到，我就无做解说吼，拢咧讲无常吼，就咧讲啊，咱莫讲因为心情无好，拄着一寡无常诶代志，就去啉酒啦吼。实质是真难免，爱甲看做正常吼，莫去贪杯吼。命运改变也是控制伫咱诶手底吼。过来第一位诗人就是康元老师吼。我拄则有讲到中乡文艺社诶时阵，伊就是阮诶指导老师。过来我就无甲伊联络吼，一直到我读研究所啊吼。我读研究所诶时阵，我因为做赖河诶研究，所以我当然会去赖河纪念馆。拄康元老师伫遐咧做纪念馆诶馆长啦吼。我即个画面敢若无出来吼。我分享一下，分享我的 PPT 啊吼。好，这是康元老师的简介的小介吼。大家咱若中华人，咱加减减，若是伫咧文学界，拢听过伊演说吼。伊当初就是咧做纪念馆的馆长。伊的册吼，迄贴开已经比伊的身悬较悬啊啦，已经80多本啦吼。伊的成就是大家拢有看到的吼，伊对台湾文学甲咱中华学吼，包括迄个八卦山的文学报道啦吼，遮个贡献大家拢是诚知吼。我要小解即首歌，可能是大家较无注意到的吼。即首歌号做百果山脚的哪家吼，这咧讲园林百果山，像拄则咱周清玉当处长迄首《咱中华》迄嘛是写甲足精彩吼，甲咱中华真赞的所在，真有名产吼，拢写入去啊。迄首歌实在写甲真好听吼，词嘛写甲有够好。即首康元老师的《百果山脚的哪家》吼，哪家就是园林吼街仔一个足闹热的所在吼。我先来读一遍吼。百果山果子济，春天来野四界飞，飞入出产咸酸甜的哪家。古早时北部族的土地，哪家水果芳，桃仔李仔来加工，蜜饯生意好。大家心情真轻松。若讲园林第一家是拍石巷，若讲过去水果上出名是碰柑，哪家是囡仔歌的故乡？阮唱点仔甲连着骹，你唱秀才骑马隆隆来，伊唱大裤带炒韭菜，大家来唱咻咻咻，寒男捡互溜。园林是一个好城市，上界出名是歌诗甲美丽。百果芳芳芳，食袂了，摕来做加工。病囝查某人上爱食即项。大家来念歌大家来唱歌甲念诗，念诗心头真轻松，唱出有水准的园林人。若讲园林第一家是拍石巷这是中福的，我就莫读啊吼。来园林食碰柑，真正好食，真正出名，来试看觅。咸酸甜，人人学乐，园林水果。李仔果、往来说，酸葡萄、四季果，来食园林的水果，来食园林的水果。吼，所以即首诗吼，就是甲园林的真侪有名吼，甲精彩的所在拢写出来吼。迄当阵阮是有去录影吼，去咱中华一个有线电视台吼，是康元老师带阮去录的伊伫个专辑吼。拄则因为我已经有甲诗读过啊，所以等下康元了。即首歌为虾米？即首写了太精彩的啦吼。就好字的曲写甲真赞吼，所以我会感觉讲即首可能大家较会去听，可能是我含周好字唱的，嘛是康元老师的作品，像《中华的歌》啦，《回乡的路》吼，迄拢真侪人听过。毋过我感觉即首是特别精彩吼，所以希望会当互大家来欣赏者吼。我就互老师小解头前者吼。哪个就是园林啦？百果山吼，伊是种真侪果子。
所以我咧写我咧写这诗的时候，我想着讲，伊个特产就是放荡。但是咧，日记时代吼，有一个文作家写讲万年的小姐真水。所以这内底吼，我为着要写伊个字，嘛去解了解者万年过去，我生活者。当时咧，万年就是囡仔我的故乡，因为我的老师徐福金先生吼，伊就是写400几条的台湾囡仔歌，吼我嘛写200-300条，我对后壁，所以我希望讲，你伫万年这个地方，你除伊知影讲啥物好食以外，你应该知影一个人文素养真悬，这城市有这囡仔歌故乡之情，所以我是安尼写。好，这因为花开哪家，我听真好啦，老师读甲真好。春天来也四过花，花入出山验霜滴哪家，古早时遍布杂土地，哪家水果香，桃仔李啊来加工，日间生意好，大家心情真爽。若讲到园林第一家是拍就下。讲过去水果上出名是凤柑，哪家是囡仔我的故乡？我就担啊家念着家，你唱秀才行，马龙龙来，秋打叫互你，园林是地，好城市出名是歌诗甲美丽，百个食了做大人，避免怎么啦？上爱一个，青花亮色，亮出。画面感觉佫有对咧哈？是不是有水准？无叮当。歹势，恁敢有听到音乐声哈？即马无听到，无知影。安尼我佫分享一摆好，可能叮当去啊吼，稍等我啊吼。好，无就来直接安尼画面敢有出来啊？佫咧走吼。有出来吼，好。走去头前啊。古早时，地保存的土地，哪家水果香？桃李啊来加工，日间生意好，大家心情真轻松。园林第一家是拍酒行，若讲过去水果上出名是凤柑，哪家是囡仔我的故乡？你手点啊甲夹着脚，你像秀才听马龙龙来，你像大口来炒韭菜，大家来唱咻。我拿叫互你，原来是一个好城市。上界出名是歌诗甲美丽，大个香，吃袂了。下来
做加工，囝查某人上爱食一项。大家来唱歌甲念诗，念诗心头一片沙，唱出有水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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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阮饮茶。来来来，来阮饮食风干，真正好食，真正出名，来试看卖哦。若讲阮饮茶，一定是拍招风；若讲过去水果上出名是风干。来来来，来阮饮食风干，真正好食，真正出名，来试看卖。声天人人无路，愿饮水果。你阿哥往来说，酸葡萄是假果，来食愿饮的水果，来食愿饮的水果。愿饮是一个好城市。上界出名是歌诗甲美丽，百个香香香吃袂了。回来做工工，袂惊查某人上爱食一项。大家来唱歌甲念诗。是心头一片沙，唱出有水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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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阮饮茶。好，有好听无吼？老师你的声小水耶。多谢。无做歌车真无彩。好佳哉无做歌车啊，无只嘛袂当伫遮，对无吼？啊，所以我咧讲吼，这康源老师的书啊吼，伊会想办法甲一寡历史人文吼，拢甲写入去吼，所以啊，譬如讲中华吼。针对中华写的遮个诗啊吼，拢足精彩。若是咱拄仔好一中华的老师吼，恁才会当摕来做教材。好，再来第二位作家就是向阳老师吼。我和向阳老师嘛熟识几落10冬啊吼，咧读册的时阵，我读前期，伊伫遐咧教册吼，就已经熟识啊吼。伊最近出版即个诗集《行路》啊，甲现象歌诗吼，尤其是现象歌诗内底有60首吼，拢是伊的诗啊，有互人做曲的吼。这就是咱的前辈啦吼，像简祥林老师啊、向阳老师、罗汉秀老师吼，陈明忠老师吼，因遮啊搁有一位客人吼的诗人，客家的诗人罗思阳吼，这拢是咱即个歌诗的前辈吼。啊，我替老师写的即首曲是世界点睛落来的诗吼。即首吼就好伊甲我讲，伊写迄曲吼，伤脑筋伤真久吼。迄曲调要安怎选吼？啊，伊考虑真久啦吼。啊，即首诗，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感觉真受感动吼，所以我就想讲要甲写曲出来吼。大家可能会真好奇，讲啊，你写曲是安怎写吼？其实嘛无介复杂啦，我就是摕即首诗来念嘛。念的时阵吼，我等下上尾的时阵，我会归纳讲我做诗有几个原则，互大家了解吼。啊，即摆是就是先针对诗的欣赏吼。我先真紧读一遍吼。世界点睛落来的时，就是思念出声时。窗仔外的风阵阵咧吼，天顶的星闪闪啊闪。世界点睛落来的时，我伫醒过来的暗暝想起着你，我伫困袂去的暗暝想着你，想起咱牵手行过的小路，
花金菇摕顶照过的田墘，顶拿蒙雾甲山坡，也有轻声细细的溪水，世界恬静来的时，吼。即首诗我就是看到的时，我在读我就唱出来吼。所以我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即个音乐我就请恁去网络找来听吼，就好伊迄语打弹了就好。毋过时间有限，我想要用大唱会安尼吼，因为这大唱最好听吼。我开始唱。世界恬静落来的时，就是思念出声的时。窗仔外的风，阵阵在吼，天顶的星，闪闪啊是。世界恬静落来的时，就是思念出声的时。窗仔外的风，阵阵在吼，天顶的星，闪闪啊是。世界恬静落来的时，我伫醒过来的暗暝想起着你，我伫困袂去的暗暝想着你，世界恬静落来的时。大家敢若无看到我诗的画面吼？我是毋是无分享啊？歹势吼！啊，无恁看到歌词好，就唱一段好啊。恁若要听完整的吼，去网络找好无吼？因为我足惊后壁的诗我讲袂赴吼。所以陈安珠老师邀请我伊就咧惊我吼，伊甲我提醒讲，2点钟到达吼，你要好好准备哦吼。伊可能惊讲我是无物件通讲啊吼，其实我是想要甲伊讲2点钟无够我讲啊。安尼画面哪会无出来？我搁试一摆看啊，哪会画面无出来？我即摆要互大家看罗汉秀老师吼。今年6月吼，阮伫咧鹿港的文凯书院吼。有替罗汉秀老师写一首《台湾》，即首歌就是伫咧中华歌诗节来发表吼首演啦吼。安尼画面有出来无？袂出来了，出来啊，好出来好。好，这是罗汉秀老师的小解吼。我就无讲伤济啊吼，伊对我影响真深吼。因为这台语歌诗吼，我参罗老师常常咧开讲咧讲，这歌诗是咱要推广台语一条真重要的道路。因为吼，只有咱有法度用这个歌吼来推广这个诗啦吼。要无大家看到字，有的人袂晓看台语字吼，伊一个看到字伊就袂晓读。你若是用唱的方式，互大家对音乐的旋律大家来深入来接受吼，因就会知影去安怎欣赏这个台语诗。因为咱台湾的台语诗人吼，因为写的诗拢足水的吼，拢写甲足赞的吼，不管是反映着即个咱台湾的社会吼、人文、地理、历史等等，搁有感情、思想吼，搁咱即种本土的即个乡土吼，即种怀念等等。真侪题材会当写入去诗内底，只是讲，因为一般的大众可能无啥机会直接去买一本台语诗集来看，我感觉太可惜了吼，所以这嘛是我为着要推广台语做的吼，对罗汉秀老师、向阳老师、搁康源老师因、搁简祥林老师因行的即条路吼，就是歌诗的路吼。好，这首诗吼，南岛民族上北的地界，先民出洋生炭新将来。后来啊后来，有人渡过险恶的大海，原住民走入深山林内。山是阿爸，海是妈妈，
你我是山甲海的后代，日头出入的好所在，山岭小塔分影归排，溪水伴奏伫我唱歌，小小的岛屿万般丰富，前途运命家己来做主，有够幸福，这是咱的厝。吼，这首诗我是伫咧伊迄本出迄本有梦上水迄本诗集内底看到的吼，我看到的时阵感觉足感动的吼。我参罗汉是老师讨论即首诗，伊甲我讲，伊伫感觉咱台湾咧唱迄国歌吼，伫咧唱迄三民主义啦吼，三民主义啦吼。啊，毋过伊感觉吼，咱台湾应该会当做出一首家己的新国歌。啊，当然吼，像王明铁老师伊嘛写真侪真赞的歌吼，啊，搁有林永敏老师哦，迄毋通嫌台湾吼，毋通嫌台湾迄首诗是有40位音乐家家作曲。啊，若是向阳老师头拄仔迄首世界点钟落来是有10个吼，有10个作曲家吼，我无算作曲家，我第10个啦吼。就是讲有真侪人会受到即首诗的感动，会想要甲做曲吼。啊，台湾即首我阁无人做，所以我是第一个做的吼。啊，就互大家来欣赏即首的音乐吼。啊，这因为阮也无录到一个较好的版本，所以互大家听就是现场演唱的版本吼，就是伫咧鹿港文凯顺迄天唱的。吼，啊，若嘛拜托好朋友甲迄连见吼，铺伫咧吼。再来听歌的部分吼。上百个地界，生命怎样生大心将来？后来，有人渡过险恶的大海，原住民走入天山来，山是后摆，心茫茫，心茫茫，你我心。山甲海的纽带，山是阿爸，心爱心，你我是山甲海的纽带。出入的好所在，山岭小塔分野归排，溪水伴奏悠啊唱歌，小小的岛屿万般丰富，前途有命，家己来做主，有够幸福。这是咱的事，前途有命，家己来做主，有够幸福，这是咱的厝。山是阿爸，是妈妈，你我心，山甲海的纽带，山是阿爸。爱是妈妈，你我是山甲海的纽带，你我是山甲海的纽带，你我是山甲海的纽带。
好，好啦，是的，华语造出来的歹势。大家有看到罗汉雪老师后壁写讲伊的企图是要做一首新国歌啦吼，所以请大家若有欣赏这首歌吼，尽量甲传唱出去啦吼。再来要小解的吼，即位诗人吼，我再来分享画面吼，有好听无哈？这首足歹唱的啦，我含严敏吼练足久的，因为家己甲迄诗吼，迄甲迄歌写甲足悬音的吼，真正要挑战两个人的唱歌的能力安尼吼。是讲若无写甲较悬音，我搁感觉无够精彩啦，所以也是甲悬音甲想办法唱起哩。好啊，即个陈金顺吼，陈金顺我拄则有讲过，倒向台语文学吼。即个出版即个杂志吼，真用心。伊嘛已经出几落10本的台语文学啊吼，伊真爱招标啦吼，所以这是招标的相片。吼，已经有17本，大家会当去注意吼。好这首诗叫做《日光打狗港》，打狗港就是高雄吼。这首诗伊其实本来伊就是要写词的吼。伊摕互我的时阵，我就嘛是共款啦，看到有灵感，我就甲写出来吼。咱来听一拍就好啊啦吼。因为时间无啥够吼，我看我的演讲可能爱讲4点钟才有够。日光打狗港吼，我大家听这首。这个影片吼，大家影片主要是拢是吴金河先生咧替阮做啦吼。即摆佫有陈正芬吼，这个同学替阮做。进前嘛有阿红吼。阿红台语世界吼，阿红来替阮做。其实遮大家拢是做志工啦吼，做台语文学志工拢无咧收钱的。即个影片内底的相片足水哦吼，这是我的学弟吼，我前期大学的吼学弟伊或者刘文忠吼是高雄人。我甲伊讲我做即首歌呢，恁高雄港呢，你会当去替我翕的吼。伊真正着上山搁落海吼，去替我甲即首歌的内容吼，然后甲拍出来。我先问大家一下，敢有听到歌声？敢有听到音乐？有正常无？无听到。无听到啊！哎呀，要安怎咧？吼，所以即个电脑的方面吼，实在是等一下吼，我搁试一摆，搁分享一摆哦吼。敢若若是爱重新分享较会正常吼。嘛拜托好朋友甲我搭连接伫咧吼，迄讯息区吼，留言区啦吼，大家若效果较歹的，就去遐听啦吼。我看你有出来无？这影片真正做甲真水吼。
歹势吼，先互大家听到遮吼，因为真正惊吼后面咧讲袂着安尼。好，有好听啦吼，迄影片真精彩啦吼，大家会当去找来看，好无吼？啊，过来我要分享的吼是另外一位诗人吼。这拢是我做曲的吼，由秋良老师吼。这是伊含林心烈老师的合照吼，尤老师的词嘛写了真好吼，所以我替伊写的即首吼，画面无出来，好，我搁试一摆吼，作者的小解无看到吼，好，我看安尼有看到无？出来袂啊？我其实参尤老师是伫咧面册头顶熟识的吼，我着感觉伊的诗写得足好诶，所以我着甲伊问讲，我会当吼，我着主动问啦吼，讲会当摕你的诗来做曲的吼，即首叫做《红尘俗事》吼，咱着直接来听一拍啦吼，即首歌大家拢讲真好听啦吼，《红尘俗事》吼。听一拍就好，因为伊欣赏的效果也无好啊，所以恁小解讲我有写即首歌，听一撮撮恁着转去家己听安尼啊。因为我搁留一撮时间做结论吼。可代替一片真情愈分愈勇敢，一摆落雨，一摆落，咱的春天有乌蝶花看，我的花草变成咱嘛斗阵来唱歌，爱做花开了，细细来传出一
好，吼，大家欣赏一拍吼，这首诗真优美吼。好听啦吼，大家阮迄音乐老师肖新云吼，伊拢甲我讲，你迄写迄敢若别个歌吼，若听过吼，会伊伫脑海内底直洗吼，就是迄写的歌拢会互你感觉听过，印象就真深的一直洗吼。啊，再来这位是彭耀乾老师吼，我最近替伊写的这首叫做《班级会》吼，大家拢知影班级会有收入去高中的台语文学的课本内底。吼，啊，彭耀乾老师嘛是我的前辈吼，啊，对咱这本土语文吼的课纲吼，即嘛是总教一人吼，教一人，啊，付出真侪时间吼，啊，嘛是阮台文正常的社长甲发行人吼，啊，这个资料吼，我着先跳过吼，即摆先互大家看即首诗吼，即首诗真水，伊主要是咧讲正名的问题吼，因为咱看到即种，咱讲木棉花吼，咱拢会讲木棉花吼。可能譬如讲我家己我都毋知影，伊的台语有这班机会，是一直到后来学台语才知影，有一个台语的讲法有这班机会。啊，无较早咱嘛听迄校园的民歌，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长长的夜好像在燃烧。因为这首歌太有名啊，所以大家拢知影这有这木棉花啦。啊，毋过就无人知影伊有这班机会，所以彭耀乾老师伊写这首诗的目的，就是要是要譬如讲咱台湾吼出国，袂当叫咱家己是台湾人吼，这是足委屈的代志。当时咱才会当正名吼，甲咱的台湾的名找倒来吼，啊，莫阁出去吼叫别种名啦吼，啊，所以这就是这首诗的意义吼，台湾正名的问题吼。好，啊，咱真紧来听一首啦，班级会这是我含中港3月天伫咧阮校庆的时阵伫学校唱的吼，啊，所以有阮的吼二大手着另外一位有吴明贤老师提琴手，啊，佮有廖美元老师。名才会出来，可能要等一下画面才会出来吼，反应会较慢吼。好，我正开始报吼，这是伫咧中港吼，今年啊4月15号85周年的校庆吼。出来的心声，我算个讲话，不舍的一句，最后讲啥头毛的就期待等你，总是我做对你，是谁抛开，人生情深深的大概，那是他心。一声的一声，我的叫做当一回，叫做不灭好，歹势吼，听一拍吼，大家去网站欣赏吼。好，过来真正是讲袂了哈。黄煞老师吼，我替写5首歌诗吼，伊最近会出版这上新的册吼，或者台湾山海经吼。啊，即马恁的画面敢若无变吼，我阁分享一摆。我已经找有啊啦吼，黄煞老师吼的画面啊吼，好。这黄煞老师吼，我是注意到伊写的麦芬芳啦吼，甲迄实务诗吼。即个麦芬芳啊，搁鸟啊吼，台湾野鸟吼，迁徙吼，我才注意到伊的诗吼。啊，我甲伊联络啊，伊就讲伊要出版新的册，
叫我会当替伊写新的册内底诗，所以我就甲伊写5首吼。即首是思念双鬢飞，画面无走过吼。这嘛当听一撮仔尔吼。思念双鬢飞，我找一下影片，我安尼一时找无。歹势，我一时找无影片，毋知囥伫咧倒吼。好，我着清唱一下好啊。伊讲即首诗真赞，就是讲迄读开甲唱开拢共款吼。同做一个狗，才个一字。同做一个狗，溪床一点点仔水。拄好加两石浮衣啊，寒梦阵去奔烟，花若飞若流若滚甲看无水，家家户户缘当要庆宴，起飞的云，起滚的黄昏，若浮若沉的日头。滚天滚地，滚做一粒红衣啊！当作一个狗，老爸脚是铺床，下底铺寒梦，稻草顶面砍草车，清明眠床顶现。现过来碰碰烟，现过去嘛是碰碰烟，思念双鬢飞。这音乐算讲袂歹听，大家一定爱去网站找者。这我昨甲写的吼，叶连平的老师，这嘛是今仔日要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吼。叶连平老师是阮中华师大的教授，我最近上伊的管市文学吼，学着真济，伊就问我讲，你会当甲我写即首《讨海人》袂？我就甲伊写吼，即几工我写即首吼，则就互大家来欣赏即首，我就来做结论啊吼。讨海人好，即首的影片内底的相片嘛是叶老师家己翕的吼，所以即首我袂伫咧网站发表吼。今仔日过了后，阮会甲放去 YouTube。恁就会当听到啦吼，文学奖。讨海人，这是写出伊吼，即种讨海人的主题的心情吼。嘛，多谢郑芬同学替我做影片吼，这伊赶暝工赶出来吼。这拢叶老师翕的相片吼做的。将生命交予天公去安排。人啊人，人才会来出航，因为阮是看天食饭的讨海人。人啊人，望起一家的希望，因为阮是勇敢坚强的讨海人。人讲不该为着一人来动心，互咸水来破面。谁人知阮的命这不幸？
是世嘛爱靠阮来牵绳，来牵绳。阮一个甲茫茫大海来斗阵，来斗阵，骨力打拼，为着日后好前程。茫茫茫远在来回航，因为阮是看正分的土海人，茫茫去将来的希望，因为阮是勇敢坚强的土海人。好，毋知大家听起来效果安怎哈？好听无？好听就甲我鼓励一下吼。好，我听听，真好听吼。好，啊，即摆就差不多到时间嘛，差不多就到我的结论啦吼。为何要爱写台语吼？因为咱台语是母亲的语言吼，我认同这个台语文的创作吼。为着要保存台语这个语言，所以了落去吼唱歌、写歌安尼吼，要传承咱台湾文化甲台湾文学啦吼。啊，当然因为我是台湾人，头伫台湾天吼，脚踏台湾地，这是台湾的米，啉的是台湾的水，所以咱当然讲台语、写台语诗、唱台语歌诗吼。啊，其实吼，我阁有一寡想要甲大家讲的，恁若是有心吼，想要来做台语歌诗的创作吼，我会当分享一寡我创作吼，虽然我毋是科班出身的啦吼，啊对，伊是讲一分人影响全面，大家会晓乐器的人，吼，会当用歌诗吼来推广咱的台语文吼。这是我第一点吼，我认为讲歌诗会当，这文字毋知大家看会清楚袂啦吼，就是讲咱一般民众生活中无啥机会读到，啊若做曲，互因听到看到的机会较侪，大家就去亲近即个台语文学吼，啊，互咱推广台语佫较有力量。第二点，我是要替即个台语向台语诗人致敬吼，致上我的敬意啦吼。我的选来谱曲拢是真爱迄首诗的吼，我若无灵感，我曲是写袂出来。啊，毋过我一个人精力时间有限，能力嘛有限吼，这是我的兴趣尔。吼啊，所以感谢诗人愿意互我即个无专业的吼来谱曲吼。啊，过来就是讲第三点吼，我音乐背景是普普啊。大家莫表示我真厉害，我是来讲作曲的问题，我无啥资格。作曲实在是足专业的知识，吼我真正毋捌，我外行人嘛无学过吼，我会晓淡薄仔钢琴、电子琴、吉他，啊，佫会晓下弦仔、甲分品仔，啊，毋过拢一丝丝仔尔吼。所以讲我无真妙吼，我只是甲大家讲，就是一份热情，互我去学吼，所以拢自学的较济吼。啊，要来唱母语的歌吼，咱想讲来甲做歌诗吼。过来，我相信你嘛做会到。过来，我注重的可能大家较关心的是即点吼，谱曲是到底要注意啥吼？啊，注重甲读甲唱的一致吼。就是讲，咱台语的发音爱正确，甲声调的关系。吼，诗人因的诗作，因的其中的语感甲音调的掌握，会去影响我谱即首诗的曲调啦吼。啊，所以我写诗的写曲的时阵，就是用诗人的原诗，因咧拢读的是起来，安怎读，啊，我就安怎甲编曲。所以我定咧讲啊吼，讲其实毋是我做曲，是诗人因本身咧写诗的时，伊已经甲曲的韵已经包含伫内底啊。我只是甲伊的旋律写出来安尼吼。过来就是讲，谱曲吼，就是讲我是看到一首诗，我心内就有旋律，啊，就唱咧海咧，啊，就先甲迄音谱写出来，过来就配和弦吼，佮加前奏、间奏、尾奏，一首歌就完成啊吼。啊，有人讲吼，一首歌曲到底是爱先有歌词，还是先有曲调？吼，大家意见无相同啊吼。像阮简尚林老师，伊主张爱先有词。吼，爱体悟着即个词内底的意境，吼，再来根据即个歌词来谱曲，我感觉真有道理。
毋过，若是我本身实际咧做诶看法，我是不管先有词还是先有曲，拢做会出一首歌。哦，若先有词，我就大家谱曲；啊，若是我先有一个真水诶曲，啊，再来填词嘛是会当诶啦，吼。啊，目前当然因为是替诗人来谱曲，所以大部分拢是先有词才有曲。过来我安怎录音诶，大家一定足好奇诶吼。我本来是用手机啊录影甲录音，吼，这是上简单诶，大家拢会晓。啊，尾也要追求较好诶品质，我着要一个罗兰诶混音器啊，吼，家己自学，要安怎着迄多轨录音。所以恁头拄仔听啊，即首《讨海人》已经是我目前上好诶程度啊啦，吼，着分做就比如讲一个伴奏，过来间奏吼、前奏，啥豆豆一层一层加入去，这多轨吼，一层加过来再录我诶主唱，过来上尾再录合音吼，啊，所以做出来会感觉效果敢若会当。听起来较无杂音吼，这就是因为用迄多轨录音器吼，混音器吼，啊用迄录音的程式吼，听即个程式来录的吼，我嘛毋知影程式要安怎讲吼。讲实在，我台语无介厚，虽然学遮侪冬啊，我感觉台语真正是足有学问足深的吼，愈学愈深，愈学愈感觉家己捌的实在有够少吼，所以希望大家会共同继续来对阮来唱歌啦吼，来听歌吼。啊，所以恁听的歌，除了讲我含团员合唱现场录的迄种，那恁听我自弹自唱的，像头拄仔迄首《讨海人》，就是我用一台 keyboard 做出来。我即摆逐遮拢甲大家讲，着要向大家表明吼，乐器准讲你嘛是真大卡无要紧，你嘛是会当来学写台语歌词吼。我毋望全民拢来写台语歌词，弹唱台语歌词，安尼推广台语一定真有力。吼，你若敢会晓一种乐器，着会让来弹来唱啊吼。若是袂晓乐器，上无你有一支喙会当唱；若是袂晓唱，上无你会使来朗读。连朗读嘛袂晓，上无你会当来听阮唱嘛吼，安尼你的台语嘛会当进步。吼，啊，我的目标就是爱好听、好唱、好学、好记啦。所以阮的目标真正足简单，无足悬，无足高深的吼。啊，未来台语歌词的方向，我感觉讲前辈真侪啦吼。啊，会像即摆较少年的像王娇华吼，这拢真有名老师用吼。啊，因遮的歌手拢唱甲真好。啊，我嘛感觉遮的老师拢行伫阮的头前吼。为台语文咧拍拼，写出真侪代表性的作品，到呾啊，佫真侪人咧传唱。我相信台语歌词的方向，就是咱遮诗人关怀甲注意的方向。诗人所写的台湾本土情怀，嘛会当感动着咱的心肝，互咱更加认同咱台湾文化，爱咱台湾这片土地，珍惜咱自由民主的社会甲生活。所以我就先讲到遮吼。啊，介绍你老师最近有写一篇咧讲即个台湾的歌曲安怎来进行吼。我嘛已经有分享伫咧真侪群组，大家有兴趣再出来看。好，真歹势，我时间有小可耽误吼，感谢周清玉董事长嘛，感谢大家吼，老力吼，讲到遮，有若有问题当问。咱真多谢大家，敢会使伫要结束以前，请大家拍开迄个视窗吼，会当翕一个相，做一个纪念起来，好无？会当先大家要离开以前。先拍开咱的迄个镜头，会当先大家拍开镜头，互因留一个记录一下，互因截图好无？未拍开的人，会当请恁做伙拍开一个无？也是有人未因为头我无先翕相起来吼。咱先大家用热烈的鼓声，多谢咱的老师今仔日将伊的阿姨吼。足济，其实我想咱拢会想讲，要写诗，其实就无遐简单吼。要搁用诗来甲变做歌，搁来唱，搁来影响别人，我感觉这是足好的一个意境吼。但是事实上，我感觉会使若咱截图了吼，就会使先欢喜继续留下拢会使吼。我要讲的就是讲，事实上真正过去的即个。环境，互咱台语的发展受着遐济阻碍，但是无论安怎，我真正期待大家先上无爱会晓听，上无爱会晓听吼，所以尽量要听，就是爱有人讲啊。你若无讲，要去倒听所以咱希望伫家庭内大家家庭尽量拜托，拢会当先讲家己的母语，安尼，互其他的人就会惯势。会晓听有咱的台语，会晓听，然后
要讲就加足顺序，会晓讲，就是讲会来读别人的。读人的文章，读咱的新闻，读着用对听对讲对读对传，我感觉即个可能就是拢需要咱的。检采咱的老师今仔讲，其实伊的发展哦，其实毋是伊本来就是咧作诗作歌，但是安尼结果甲做出来啊吼。但是实际上讲敢若足紧吼，要真正做，毋是遐简单，就是逐个拢做会到，所以毋免伤有。即个压力讲要做迄困难，无要紧，咱先对听开始，先对听开始吼，咱尽量互较济机会，逐个人会当听，会晓讲，然后可能即个要做歌吼，我讲一定爱有迄个意境啦吼，爱有迄个画面，爱有迄个气氛才写会出来，才做会出来迄个味道。无毋是讲我要写歌吼，念嘛会使，但是写出来可能。感动人就无遐尼那简单吼，我是讲这是一个真好的分享。咱多谢安珠老师的介绍，多谢咱的今仔日的讲师，伊遮尔少年吼，会晓做。无，老公嘛50几岁啊。足好，所以会当互大家有一个信心讲，只要肯努力，其实嘛是本地毋是咧写歌，毋是咧做歌的人，毋是咧学台语的人，结果嘛会当安尼成立即个乐团吼，有一群人，大家做伙。而且我想嘛，互大家知影，伫咱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阮有合唱队，阮有合唱团的时间，阮有同乐的时间，阮有剧团的时间，阮有各种的时间，阮有各种的活动。欢迎大家有时间会当来中华，甲阮指导，咱咧互相观摩，互相来做伙讨论。我相信有咱逐个鼓励，毋免惊讲袂认得。你若较接讲，都会认得吼。毋免惊，你若较接听，就是会听，就足自然，而且这是咱家己的母语，所以足自然，就是要拜托大家要紧，做伙来努力。这是咱大家共同的使命，毋是啥物人。政府当然爱负责推动，但是其实是咱大家家己，的代志，对咱家己做起，开始认真听、认真讲、认真写，认真来发挥，毋管是做文章，还是作词，还是作曲，我想咱的台语文，咱的文化一定会愈来愈好势。祝福咱大家，咱用热烈的鼓声，多谢今仔日的讲师，多谢来，多谢大家。先生有问题无？有敢若有人举手吼？这位Carol是有啥问题？就是讲拄则你讲爱用声调，搁有声卖高音。毋过我感觉讲我嘛做者你小白一寡台语诗节，大家拢是用汉文无任何罗马字，毋过你定来叫人合作，你哪会知人写即个诗是安怎念？就变做讲大家只代替即个罗马拼音，像讲中文课啊。代替台语，台语课去代替罗马拼音。你若讲第分组你写罗马拼音，可能人会甲你的分数会太刁。我就想讲，其实创作爱记录即个应该唱。若讲若用中文歌唱你的作品，念你的作品嘛，因为伊听起嘛袂到。咱无甲即个声音。搁有即个调甲记录起来，毋知影讲你的看法是安怎？嘿，你即个问题我嘛参真侪台语界的朋友有讨论过确实咧因为有人咧问我讲，你是较支持用汉文来写即个台语，还是较支持罗马字若是过去，我是感觉汉文内底，咱若是坐无去创作，咱袂去发现讲有一寡字我根本就找无。有一寡台语的发音我是找无啥物字通来用的，无适合的字。当然即摆到顶伊已经整理真侪字出来，嘛是还无够啦所以大家嘛是去参考真侪，像爱台语还是拍台语还是较早的即个字典日本时代遐字典大家拢会去看
我的想法是安尼，因为你讲的吼，嘛是阮思考到的问题，就是迄个音嘛要保存落来。所以吼，我有试过讲，我伫咧影片头顶拍2纸吼，一纸是汉字，啊下面是罗马字的影片。抑毋过即款的做方式，阮迄朋友是足辛苦的吼，伊爱用2纸吼，啊嘛有做过，像有一首秋夜诗吼，头顶就是有。我有当时还做几个版本，有的是单纯干那汉字的，有的是有罗马字的吼，所以你会当去找一个。啊，我嘛感觉讲大家会当要保留即个音罗马字一定爱学吼，所以像我即摆来进修即个中华时代即个第2专长的师资班吼，阮嘛是对罗马字开始对头学。你若想看哪样的吼，我是已经写20几年、20-30年的台语文学的人吼，我阁是算讲较后辈，头前阁有真侪前辈吼。啊，大家因为吼，我感觉讲大家爱小体谅啦吼，就是讲，因为无学过罗马字的人，叫伊要用罗马字来读，伊会感觉足痛苦的。啊，若是读汉字习惯的人，你要叫伊读罗马字，伊嘛感觉足为难的。所以我感觉讲，就是看你家己的时间度合，吼，你若是会使，你着看汉字；啊，你若是佫会当认真去学罗马字，其实咱即马网站头顶有足侪资源通啊用。像拄则我讲着阿红大兄伊即个台语世界吼，迄头顶我是看敢若4000外人订，抑毋过阿红老师伊用足侪时间去甲迄罗马字的拼音吼，自头到尾安怎学。一个大家用迄底片带你入去迄个世界吼，啊，搁咱教育部迄到顶，啊，搁有真侪迄母语的网站吼，真侪人热心咧做台文的志工，你若肯学，拢毋免惊找无资源。啊，搁你若吼想讲要台语进步较紧的，就是互大家压力，互家己压力去报名迄台语检定啦。吼，啊，像汉字若较，我头甲恁讲一个撇步，你若是汉字读台语你较敖的。你着头尾共款直接报诗啦，吼，报诗级的。啊，你若是罗马字较敖，你着去报美的吼，因为美的罗马字考较济，啊，诗的汉字爱有会晓写作的能力去考诗级较会过。吼，这是我提供互恁的。啊，毋过就是讲，我感觉这是一个过渡的期间吼，因为咱即摆囡仔因听甲讲甲看吼。拢是问题足侪吼，所以因的音正较足重要。像咱是有迄个语境，咱有迄个语言环境，就是讲咱细汉可能你成长的家庭，上无嘛阿公阿嬷是阿爸阿母拢会讲台语，所以你是听习惯啦。你迄语调的问题，你是自然吼，自然就会去转换过。要毋过若是对即马少年囡仔甲学生来讲，因若无学迄个规律，讲迄台语的语调罗马字迄边啊读，迄音要读，因是无才调读甲真正确。所以我感觉罗马字的推行是一定爱的。嘿，这是我的回答，毋知有互你满意无？会使去啊呗，嘿，会使啊呗。佫有啥物问题无？抑佫有人有意见无？事实上，也甲阮律师，伊嘛是真鼓舞咱逐个会当学罗马字，因为这是世界真会当通用的一个音标吼，啊嘛是对着台语来讲嘛是咱的台语字啦吼，因为嘛是音标嘛是字啦吼，啊。因为用安尼检测会当难咧用，然后迄个字、迄个音则袂走去吼。我感觉这是上难咧用啦，嘿。是，应该是真有效的。我感觉毋免惊，其实咱差不多绝大部分的人拢无学过吼。其实你较少仔看吼，较少仔听，你敢若足自然就会渐习惯吼，所以毋免烦恼。这是咱的环境。是咱家己的母语，我是想讲，逐个拢应该爱来学，而且事实上佫有足侪需要。有真侪人，包括医生，包括护士。对。佫像阮迄中工啊，因咧做工业的有无？比如讲汽车科啦，是翻沙啦，因迄有真侪词吼，拢是用台语讲的嘿。我顶一站前一阵我
人艰苦，啊去伫病院互医生看，啊迄个医生甲我讲吼，伊知影吼，迄个台语是偌重要吼，伊讲伊是耳鼻喉科的医生，啊伊甲人讲吼，叫伊迄个呼手吐出来。迄个患者带一个讲，啊，我着查某囡仔，哪要叫我阿无呼手，哪要叫我呼手吐出来吼？啊，说啥无啦吼？啊，医生嘛感觉足奇怪，我着叫你，啊，你讲你哪有听？我叫你呼手，我叫你呼手吐出来。你若当然母几步安尼？其实伊是甲伊讲，要叫伊舌吐出来，伊要看你哪。啊，伊则突然就甲讲呼手吐出来，啊，所以迄个嘛听无吼，啊，医生嘛看无吼，医生嘛毋知影，所以这就是敢若听起来是笑话，啊，但是嘛是悲哀啦吼。这嘛足现实的嘿，这是事实的代志，所以伊讲，伊知影我咧推动无伊讲，这就要紧，这就要紧去做，所以其实你无论行到倒位，随时拢会当甲人有即款的即个经验的交流吼，我讲愈听着愈知影讲这是足要紧的，啊，所以而且鼓励大家会当尽所有的时间尽量来学，啊，而且阮会知影讲细囝真济，咱拢为着细囝方便，因拢用北京话讲，啊，所以吼，阮即摆拢习惯讲，你讲啥物话我听无。就是拜托伊爱讲台湾话，伊若袂晓讲，咱搁甲教。啊，所以毋通着逐项拢为着因，拢照因的讲北京话，结果咱中国话嘛讲袂好，啊，台湾话嘛无，啊，拢死了吼。我想这是毋通，所以吼，咱即摆讲北项话我听无吼，拜托你用台湾话讲，安尼我想原来检测嘛是一个步数啦吼，用安尼做你的参考。好，咱逐个用好啊。来多谢今仔日的老师，多谢大家，真精彩的这个讲解，多谢。多谢大家，好。啊，再会，咱后礼拜又有课程吼，后礼拜有课程。啊，伫咱台语文园区，伫即个礼拜咱有即个科学少女、科学小女的电影，啊，欢迎大家来会当来看，咱这是无收钱的吼，拢欢迎大家会当来看。啊，咱后礼拜线顶的课程也阁有，啊，即马咱也将积极咧推动地方咱的母语家庭，啊，希望大家人恁若算是恁兜拢有咧讲台语的吼，拢台语的家庭，会请恁是毋是会当对咱关怀广播电台，还是关怀基金会，或者是咱的即个台语文园区，先甲咱报名，咱会来整理，咱真紧就要来发布整个推动的即个办法，请大家继续甲咱联络，多谢多谢老师，多谢大家，好，收听收看，多谢。